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康之家，我係小康，投資可以好輕鬆，你的資產你掌控。今日我哋講物業活化，保證收益實例。咁咧，我帶嚟咗一個真實個案俾大家參考嘅，而且係最近3月發生嘅。咁啊，4年就可以賺20萬啦，5年就賺40萬。咁係一個保證收益嚟嘅。咁有冇風險呢？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？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咁啊，立即睇內容啦。業主阿陳小姐咧，佢個物業估價就800萬，而家供緊咧係供緊19312嘅，咁啊3厘利率咁樣，爭緊200萬，咁仲有10年先供完層樓嘅120期，咁經過我哋評估啦，咁我哋覺得可以做一個叫480萬嘅按揭，意思就係加多280萬，啊咁呢個可用資金就有280萬，可以幫佢做套息做活化啦。咁個供款咧都係19545，接近佢原先供款嘅。點解個供款差唔多嘅？按揭多咗成200幾萬嘅喎，因為我哋將佢嘅年期拉長到30年嘅360期。好啦，呢度其實有個迷思嘅，好多人就話：喂，我本身爭10年供完，其實我想嗱嗱聲搞掂佢喎，你仲同我拉到上30年，唔掂喎，大佬退休都未供完。咁咧，其實我哋將個年期拉到30年，唔一定真係做足30年嘅。我哋其實可以提前還款噶嘛。意思就係佢將個加按多出嚟嘅資金擺落去，譬如美國國債或者係5年保證儲蓄保單，跟住4年或者5年之後國債到期啦，或者保單到期啦，拎啲錢還翻落個按揭度，提前還款，唔需要真係做足30年嘅。而且仲有個現金回贈，咁而家 around 就0.6%啦，視乎你嘅金額嘅，最多超過1% 都有。咁0.6%就28,800，係用總額計嘅，即係480萬總額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佢呢個 case 點樣做。我哋用咗債券去作為一個例子去計算收益先，咁就係今年3月發生啦。可以用嘅資金咧，其實除咗280萬，仲有個現金回贈28,800嘅，加埋就282萬幾。咁債券嗰度咧，我哋揀咗張美國中期國債，咁係0.625票息嘅。咁2030年5月15號就到期㗎啦。咁我哋就買入36.1萬嘅美金債券，咁大概折合港紙差唔多就係282.8萬，咁用晒啲錢㗎啦，咁樣，咁個價格就87蚊啦。嗱，呢個係3月20號我俾佢睇嘅價格嚟嘅。咁今日大家再撳落去咧，即係可能你喺牛牛睇啊，或者喺其他 Apps 度睇啊，個價格未必一樣嘅，因為始終債券係波動啊嘛。咁但係你買完，只要去到期日，即係2030年5月15號到期，佢嗰個贖回價就係100蚊。咁我哋計翻咧，假設7.8對1美金咁樣啦，咁會攞翻321.5萬嘅。咁最尾真係其實到期嘅時候要睇個美金匯率啦，咁我哋都未知嘅。咁我哋當7.8先，咁攞翻320萬，跟住仲有票息，票息就係0.625一年。咁佢每半年派一次，所以會派個8次嘅。咁每次有1288美金，派8次嘅話咧，其實就收萬零蚊美金，咁8萬蚊港紙左右。咁我變咗其實只要美國唔破產，咁去到2030年5月15號就可以攞翻321.5萬嘅贖回金額啦，同埋每半年加埋8次，總共收到8萬蚊嘅票息嘅。咁加埋咧，其實總共個收益就係329.5萬。咁2026年即係今日啦，去做呢個方案，去到2030年個每月供款咧就19,500嘅，咁同之前差唔多，貴咗200蚊左右。新按揭係480萬啊嘛個金額，咁去到第4年即係2030年咧，個按揭餘額咧係436.3萬咁樣嘅，因為你每個月供緊款噶嘛，咁每月供款其實還啲，你嘅按揭會慢慢遞減噶嘛，你唔會即係一樣爭480萬嘅，你爭430萬嘅啫。好啦，咁到時候2030年嘅時候，我哋就將債券攞到翻嚟嘅收益全部掉翻晒落按揭度，436萬減329萬，剩低 net 嘅按揭咧就係106萬啦。咁變咗就係，做完呢個方案，其實去到第4年2030年嘅時候咧，
會仲爭106萬按揭嘅。咁我哋對比翻，假設阿陳小姐乜都唔做，本身佢爭緊200萬按揭啊嘛，咁每月供緊19300，去到第四年2030年嘅時候咧，個按揭係會仲爭127萬1嘅。咁即係佢嘅按揭做咗物業活化，運用債券去賺咗個收益之後咧，其實佢個按揭係少咗20萬多啲嘅。咁呢20萬嘅差額就係咩啊？就係阿陳小姐佢嘅利潤啦。好啦，呢度有個迷思嘅喎。嗱，雖然按揭少咗20萬啦，賺咗20萬啦，但係有樣嘢咧未解決喎，就係新嘅按揭我哋係供幾耐㗎？供30年。咁喂，雖然按揭少咗，哇，但係我仲要供30年，有冇辦法縮減翻咧？其實你提前還款俾銀行嘅時候，你可以同佢講調整翻個按揭年期，去翻我照樣供19300，咁個年期縮短翻，咁我哋睇下縮短咗個情況會係點樣啦。嗱，2030年，今日就2030年啦，債券收翻啲錢翻嚟啦，咁咧還晒落個按揭度，提前還款，咁變咗咧，其實你剩低個按揭係106萬啊嘛，咁同銀行做翻個調整就係，我每月供19300，咁幾時供完咧？其實2035年2月就供完噶啦，即係債券完成咗之後，供多5年就供完啦。咁我哋睇個 timeline，即係咧佢會比起如果佢乜都唔做，以前200萬嘅按揭供19300，佢供10年啊嘛，咁啊供到2026年3月，而家佢咁樣做，一開頭整個美國債券先，跟住4年到期，將個債券擺落按揭，作債券收益放落按揭度啦，跟住縮短翻個按揭年期，2035年就搞掂啦。咁變咗提前咗1年多少少嘅，咁咪提前完成按揭咯。呢個就係佢嘅收益啦，點樣縮短個按揭。好啦，咁要注意個風險嘅，因為凡事任何嘢都有風險噶啦，多定少，同埋你承唔承擔到嘅啫。咁第一樣嘢，因為買咗美國國債啊嘛，如果美國違約，有違約風險啦。同埋按揭咧有2到3年嘅發息期嘅，咁佢變咗令到你嘅資產有流動性限制。意思就係你做咗按揭，萬一你想賣層樓走或者提前還款，咁銀行咧會依照佢嘅合同咧去罰利息嘅，可能罰1%、罰2%咁樣。咁你做得呢樣嘢，你就要知道短期賣樓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咯。咁除咗呢3樣嘢之後咧，其實我哋話真係接近零風險賺呢個20萬息差噶啦。好啦，講完債券，咁我哋又講保單啦。保單咧會容易計啲嘅，因為佢個可用資金282萬8，全部抌晒落去，每一年寫好晒噶啦。保險公司嗰個保單佢會有個保證收益嘅。我保證呢度紅色咗嘅，因為好多人其實都有個誤會啦，或者有個印象就係喂，保單啲回報都係唔保證嘅。咁其實係睇你買咩保單嘅啫，有保證有唔保證嘅咁樣。咁我呢一個咧係全部保證，而且我只計保證部分嘅啫。咁其實第4年咧，你會見到攞翻嘅錢係340萬嘅。咁佢其實已經比債券高。咁但係債券有債券嘅優勢，保單有保單嘅優勢。一陣間總結嘅時候，我會再詳細啲講呢一 part。咁我哋睇咗5年嘅回報先。5年就361萬5啦，保證嘅咁樣。咁其實個原理同玩債券賺息差唔多嘅，就係去到保單到期2031年3月，咁攞翻361萬。咁而途中即係由今日開始去到2031年嘅時候咧，照樣每月供款啦，供19500咁樣。咁個新按揭咧，供到2031年嘅時候咧，仲爭幾多啊？仲爭424萬。減翻361萬，保單拎翻嚟嘅錢，新按揭喺2031年就會爭63萬港紙啦，63萬。咁如果一樣啦，對比翻我乜都唔做，陳小姐乜都唔做，照樣供樓啦，200萬供19300供5年，去到2031年仲爭107萬嘅。咁對比翻107萬同63萬，新物業活化後嗰個按揭餘額，其實就慳咗成44萬港幣。呢44萬就係保單保證收益嘅保單物業活化創造出嚟嘅保證收益有44萬。咁我哋做翻個 timeline，又係
提前還款還俾銀行之後，縮短翻個按揭年期咧，2034年1月就可以搞掂㗎啦。2034年1月，咁變咗係提前咗2年嘅，提前咗2年。好啦，咁呢度咧其實有個問題咧，好多業主好多客人都會問嘅就係、喂 Kenneth 或者阿小康咁樣，其實我做債券又好，做保單又好，講緊係4年啦，或者5年咁樣，個按揭本身就都要供10年㗎啦。咁其實我可唔可以玩完第一轉4年又好5年又好啲錢翻嚟，我唔咁急還翻落按揭度，我再做多次債券，我再做多次保單得唔得？咁當然係得嘅。不過我哋唔知4年後5年後個債券市場嘅收益率係幾多，保單保證收益有幾多，我哋唔知，所以我哋就唔假設唔寫喺度啦。咁但係其實所有嘅業主客人佢哋到時候係可以咁樣做嘅，亦都即係可以揾翻我去做諮詢咁樣嘅。咁但係到時先知啦，冇得預計。好啦，咁喺保單保證收益嘅物業活化套息咧，都有風險嘅，就係保險公司有冇機會執笠咧？咁樣會唔會唔應數咧？咁樣雖然過去咁多年咧，未曾經試過保險公司執笠嘅，最多係收購合併咁樣嘅啫。咁而公司真係賣盤或者被收購都好啦，保險條例入邊咧有一條好關鍵嘅，就係所有長期業務保單咧必須維持原有，即係你簽合同嘅時候咧。嗰個條款咧去做翻俾客人嘅，即係唔能夠就賣盤嘅時候就改晒啲合約 terms 唔得嘅，係啦咁樣。咁一樣啦，按揭有罰息期，咁令到資產有流動性嘅限制，一樣啦，因為收益係保證嘅，按揭嘅成本2.73厘又係固定嘅，就接近零風險賺息差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咧就講得差唔多啦，咁就誒。講咗債券啦，同埋講咗保單嘅本人收益。好啦，咁其實我喺度提到一樣嘢先，就係點解有啲人明明債券嘅收益低啲，都會願意去做債券唔做保單咧？其實因為債券有樣好嘅地方就係佢流動性大，意思係咩咧？其實我真係萬一嚟緊等錢使，我可以1年、5個月、6個月、2年，任何時候其實你都可以喺市場上隨時賣翻出去。而短期債券嘅波動性咧，相對係低啲嘅。咁變咗就係、我咪可以隨時即係我哋叫取消翻呢個計劃，賣翻張債券走，拎翻啲錢喺手咯。即係佢有呢個流動性。咁但係你話唔係啊，其實我真係完全唔等錢使嘅，我就做個活化嘅啫。我5年一定等到嘅，冇問題。咁其實保單收益就高啲咯。咁當然啦，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。咁問翻你自己獨立嘅理財顧問啦。嗱，做一個預告先，下集就咁精彩。點解咧？因為下一集我哋會整埋一個物業活化計算機，就係你嘅情況，你嘅物業估價係幾多，你輸入落去，咁咧你再揀假設，譬如債券嘅收益係幾多，或者保單嘅收益係幾多，你自己撳埋落去，咁你就可以幫自己計到，如果我個物業攞去做物業活化，係用債券或者保單嘅保證收益嘅，咁我去到第4年、第5年。會賺到幾多錢，或者我哋叫做會慳到幾多按揭成本咧咁樣，咁夾埋你用噶啦下條片。咁除咗 Excel 之外，下次個案分析咧，我哋就會講非保證收益部分啦，自住物業有租收，甚至乎免費供樓，咁伴隨住嘅風險咧就會大啲噶啦。咁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啦，咁你就唔會 miss 咗我哋嚟緊精彩嘅內容，同埋。share 俾你覺得你身邊嘅朋友係有用嘅，咁你 share 埋俾佢啦。好，今集就講到咁多先，拜拜。